過上3集，相信大家都加深咗對社區藥房嘅了解啦。由2024年啟動嘅賽馬會弱健同心藥物支援網絡，透過社區藥房提供便捷同埋可負擔嘅社區配藥服務、藥物管理服務、小病小痛疾病管理、藥物諮詢服務等等，從而提升大眾自我管理健康嘅能力。喺今集，等我哋一齊去問下啲市民，睇下大家對社區藥劑師嘅工作有啲咩認識咧？藥劑師梗係配藥咯，社區藥劑師正常嚇，應該專業啲啦。我估可能醫院嗰啲要求會高啲，係咪啊？會唔會咁㗎？社區藥房裏面嘅社區藥劑師啦，佢哋會睇啲咩嘅資料去幫一啲病人去制定一啲健康啊，或者係佢哋食藥嘅方面嘅管理咧？梗係睇嗰個病人嘅身體狀況咯。我諗如果以我嘅認知就唔係話藥劑師話俾咩藥佢食，俾咩藥佢食嘅，都係你話要睇完醫生，醫生去俾個藥單去執嘅藥仲我都係。咁你覺得咧，社區藥劑師係咪淨係提供到同藥物相關嘅一啲資訊咧？應該可能會同嗰個病人會多些少傾咯。即係有好多嘢你唔識嘅，你都會問佢，我諗佢都會詳細話俾你聽咯。即係你一般市民對社區藥劑師有一定嘅了解，但又唔算好清楚佢哋嘅工作內容喎。不如咁啦，我哋一齊去問下賽馬會弱健同心藥物支援網絡嘅藥劑師，等佢哋清楚咁話俾我哋知社區藥劑師嘅工作內容啦。藥劑師嘅工作範圍其實好廣泛嘅，涵蓋研究、藥廠、醫院同社區等等唔同嘅領域。當中咧，社區藥劑師就係最貼近市民嘅一環啦。弱健同心社區藥房嘅社區藥劑師啦，亦都會為市民提供健康諮詢同埋用藥建議。佢哋亦都會按住個別服務使用者嘅需要，訂立一啲健康同埋藥物管理嘅計劃，推廣正確使用藥物同埋慢性疾病管理嘅知識。社區藥劑師喺基層醫療上面，亦都可以為市民嘅用藥安全把關嘅。如果得到市民嘅授權，我哋都可以透過醫健通更加了解佢哋嘅病史同埋健康用藥記錄等等嘅資料，為大家提供更加適切嘅藥物同非藥物治療嘅健康建議。今次唔該晒賽馬會弱健同心藥物支援網絡嘅註冊藥劑師詳細解釋。經過4集嘅街訪，相信大家對於社區藥房同埋社區藥劑師都增加咗唔少認識啦。希望市民都可以透過社區藥房一齊提升對自我健康管理嘅能力。有需要嘅話，都可以去諮詢賽馬會弱健同心藥物支援網絡嘅社區藥劑師，佢哋會為市民提供健康諮詢同埋用藥建議，並會按個別服務使用者需要訂立健康同埋藥物管理計劃，推廣正確使用藥物嘅知識同埋慢性疾病管理嘅知識，提升大眾對公共衛生嘅關注。